秋干干妹好美哦。比比比比，我也像他这样穿着讲讲好不好啊？不好吧？你有点痞驴痞驴呢，痞驴痞驴呢。减肥！不管是因为男友蹭梦，还是其他原因，这都是一场与自己的战争。教教我吧，菲菲，完美的减肥要领。你有决心吗？要是没有，你也许就会变成……讲到减肥，不外乎3个要领：讲吞吐，少吃一点，对，你做就对了。运动减肥法，想减肥就给我动起来！借由运动减掉身体多余的脂肪，还可以顺便塑身哦。胖子是谁？胖子是我，阿妹妹。胖子是谁？胖子是我，阿妹妹。我一定要变成干干妹。3温暖减肥法，这点苦都受不了，还想减肥啊？减肥圣地蒸汽房，考验意志力以外，还可以增进排汗与循环，达到减肥的功效哦。论意志力的话，我才不会输。好悲汁，一直溜。卡路里减肥法，胖了就少吃点吧。是他超过了200卡，还有他！每一个吃下去的卡路里都会变成你的体重，选择食物是非常重要的哦。好了。比比，你看，我变得超高妹耶，美吗？杜乖乖的很可爱哟。